周日，現貨黃金自日內低點大幅反彈，現貨黃金價格收報4740.61美元，日內跌幅縮減至0.18%。關於美國與伊朗和平談判的樂觀情緒，顯著縮減了金價的跌幅。亞洲時段開盤後，金價一度暴跌至4635.11美元，創下日內低點，亦是4月7日以來的最低水準。美元升值以及通脹擔憂重現，是金價亞市盤初暴跌的主要原因。在美伊和平談判週末破局之後，市場正對減息前景打上問號。美元匯率走高，使得以美元計價的貴金屬對持有其他貨幣的投資人而言相對昂貴。不過，其後受美國與伊朗或將數日內進行第二輪談判的消息，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曼斯言論的影響，美元回落，金價持續大幅反彈。分析師指出，油價上漲加劇了通脹擔憂，而特朗普的言論打壓了美元。美軍已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第二輪談判或將很快舉行。美國3月二手房銷量下滑，但在地緣政治的關注下，該資料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場忽視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。請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